家好，又嚟到哪吒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個影片，係關於中國南方航空346航班空難。呢架飛機係一架波音737-300，我得波音737-200，用波音737-200嚟模擬先啦。佢係 B2925。機齡係3年嘅，帶住65名乘客同埋9名機組人員。佢而家喺重慶江北機場飛往深圳黃田機場，亦叫深圳空難。抵達深圳黃田機場。佢而家重飛，機轆收唔起，因為液壓系統故障。佢操作得動作大，反應少。佢而家要兜2圈再重新進近深圳黃田機場。佢降落15號跑道嘅，明明頭先降落33號跑道，之後轉降15。
地降落深圳皇權機場，重新降落啦。之後要安排消防車降落之後，仲有救護車。下降率太高，下降率太高，斷咗機咯。佢而家要緊急疏散。佢斷咗成幾節。嘅原因係因為佢着陸咗3次，之後重飛啦，之後就降落第2次。